来看日月潭的消息，日月潭的水位继续降低。伫水社含碧步道边仔，这船只备用浮排啊呢，甲码头已经出现差不多7公尺悬的悬架差。因为这备用浮排啊无引桥，这个船头家若要下班，都要爬，佮兼有锁啊上岸，一天上无爱爬2-3摆。进前都有人还无好势，跋落去了有受伤。虽然这个备用浮排啊，敢若提供予船头家出入，袂互游客使用。抑过船头家讲啊，日月潭水位降低可能会变成常态，希望讲管理单位起这个引桥会呢，工作的时唔免阁冒险。为码头看落，日月潭船头家靠岸备用的浮排呀，甲路面悬架差真正是差真多。放在这里就要爬那么高啊！啊，现在大概几米？现在到7米了。7米哦。船头家若是要上岸，唔是惊引桥，是必须爱爬这段铁栏杆。为着防止落雨天树会骨，边仔阁有备用的锁啊。严哥嘛是捌有船头家无细力爬落去。只要来开船就要这样爬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蛮危险的哈！你这样做这种危险，那雨天不就更恐怖？也有人跌过啊。这是日月潭水社码头含碧步道边仔备用的浮排呀。日月潭有130只游艇，无论班或者是必须爱靠岸整备的船只，拢会停伫这。严过这因为无引桥，船头家若是要上岸，敢若会当爬栏杆。每天至少要爬个几次？2-3次吧。下去不想上来。虽然这敢若互船头家出入无开放，互游客行，严过有游客翕到船头家爬7公尺悬栏杆的影片，看到影片，大家拢真烦恼因的安全。那也没办法，天灾。会每天的观察水位的一个状况。那如果下降的太严重的话，那如果会影响到游客行走的安全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排除会封闭码头。游客码头有引桥会当行，安全性较悬。备用的浮排啊，煞敢若会当冒险爬天栏杆上岸，船头家未该看死。日管处接到反应，表示讲会搁再评估改善的方案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